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呢，常常会甲这塑胶粒仔甲食落巴肚底。台大团队是发现讲，食伤济塑胶粒仔，安尼恐惊会去害着咱的肝，得到这肝癌的几率会变真悬。伫办公室想要啉茶米真方便，茶包摕出来，红茶、乌龙茶拢有。不过，国外研究指出，茶包外口的塑料会产生11个塑胶幼粒仔。毋若是茶包，输讲就连你去超商买一罐水，拢会甲10万挂粒的塑胶幼粒仔淋落去巴肚。不管是过去的立体茶包，或者现在的平的，只要是它还是这个塑胶的成分的这个包材，你在经由这个泡制的过程，自然就会溶出。为着要了解塑胶幼粒仔对身体有啥物危害，台大工卫系用动物做实验，发现讲即寡塑胶幼粒仔会互胃肠吸收了后，甲塑胶的毒性传到规身躯的器官。敢若3个月时间，实验的鸟鼠已经有肝硬化、胆固醇、血糖无正常的情形。研究人员也发现，若是严重的话，有可能会变癌症。阮搁做另外一个，就是讲，伊会看到讲，伊会影响到伊的肝，伊的肝内底迄个咱讲个肝功能，可能造成这个脂肪肝。你也知影脂肪肝搁过来变安怎嘛？慢性肝病啊，肝纤维化、肝硬化、肝癌啊。台大工卫院表示，塑胶幼粒仔已经充满伫咱的生活，要安怎预防？上好的方法就是家己早环保碗碟仔甲杯仔，爱地球嘛顾身体，以减离顾。记者李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